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咱做来祈祷。主必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搁一摆互阮来组织伫透过这个网络阮伫2024年今仔日是算最后一摆，会当伫遮做伙来研读圣经的教示。今仔日阮也要对出埃及记32章以色列人因做金牛的记载互阮来思考，也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也互阮伫生活中间会通尊主最大只有敬拜你一位阮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你地开启阮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有听到我的声无？有。好，咱今仔日要读的即个出埃及记32章吼，甲以色列人伫西奈山下骹做偶像规章差不多拢咧讲着即个部分所以我用我一幅图咧用台湾语来安尼做一个对比来思考啦这牛对因来讲嘛是生活中一个真经常的一个动物众生就是怎样伫上帝甲即个偶像中间有一寡无共款的做法甲选择，会通互咱来思考伫即段的记载头前咱咧讲，即段是对32章一直到34章咧讲到对以色列人背叛上帝啦，摩西为着因来求情啦上帝赦免，一直到上帝甲因定心立约即个过程的中间即段的经文。咱伫咧讲到出埃及记的这中间，咱有讲到4个记载的无共款的文体即个内底有2个上帝论第一个是 Elohim 另外一个是亚伟伫即段中间，但是即2个做主体即2个做主体，不过大部分拢是咧讲到 Elohim Elohim 即个角度会当互咱来思考，就是讲伫即个上帝论的中间，安尼讲三一上帝的角度伫遮真清楚咧表达伫分段顶悬对32章甲34章大概就是讲32章咧讲到背叛上帝其实伫即内底也有2摆提到摩西对以色列人求情的代志，但是33章呢更较清楚因为33章一开始咧，上帝讲我无爱对恁去因为32章的后壁咧讲，伊的使者会带因去要去的所在33章上帝就足清楚表明着讲恁家己去遐摩西佫一摆真诚恳伫遐来恳求上帝34章就咧讲着定心立约，就是迄个咱讲复刻版的十诫这个石板安尼好，咱若对头前来看25章到31章，会通讲是一个足虔诚、足中文讲庄重真安尼有灵性的一段的记载，对会幕的建设，对约柜的制作，对香炉啦是即个圣餐桌啦蜡烛台啦、器具等等祭坛啦，也是祭司咧穿的有佛碟即个香牌香膏等等的，拢会通讲是拢一直咧强调一句话，咱前礼拜有讲着讲，就是分别做圣所以足神圣的一段的记载，到第32章，会通讲是你若用电影还是讲小说的角度来讲迄个剧情有真大的转变真大的转变，就是讲以色列人伫遐对上帝、对摩西起落落拢无啥物介大的问题一直到32章就开始
甲上帝就断绝关系啊啦吼。因为因伫迄个西奈山骹吼，伫遐苦等40年日，因完全毋知影摩西到底是活的还是死去，也毋知影发生啥物款的代志吼。会当是讲，逐个人拢毋知要安怎的情形啦吼，因就叫即个亚伦吼，叫伊讲啊，你做一个偶像吼，来代表讲带领阮出埃及迄个上帝吼。啊，即个中间咱要来思考是讲，因是真正无爱上帝，还是因毋捌上帝吼？因用好的时阵，你个讲看，这就是带恁出埃及的神啦吼。所以其实以色列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讲因敢若接受迄个看会到的上帝。这是因伫埃及生活430天受的真大的影响啦吼。所以是毋是咱会当看出讲其实因对摩西的尊重已经是到迄种用即摆话讲叫做造神运动的一种程度去哩啊吼。虽然摩西一直咧甲因讲是耶和华上帝，是祖先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上帝、以及雅各的上帝，叫我来。但是对这以色列百姓来讲，这人民来讲，伊感觉讲实际咧带领因，实际咧行神约，实际咧保守因好哪亲像拢对摩西的作为，对因来讲很神的是摩西，不是那个他所介绍迄个看不到的上帝啦吼。对以色列人民来讲，大概是安尼角度啦吼。所以因根本就无法度了解即个摩西嘴里咧讲即个看袂到的上帝、隐形的上帝。所以当摩西去哩到山顶40天的时阵吼，因就当作即个神无去啊，还是讲即个神叫拍败啊啦，即个神安怎？所以因就开始咧作乱啦吼，开始作乱。有诶经学家咧讨论一个问题吼，即个问题就是讲，以色列人要求亚伦去做一个新的神，也是讲因做一个会当代表进前带领因出埃及即个神的物件，吼，也是讲一个代表耶和华的像，吼，或者是讲因望会当亲像迄个上帝使者，因咧讲的使者的像，就是摩西啦吼。但是上界落尾亚伦做出来，叫毋是人的形象啊，这是只金牛啊吼。啊，这非常明白，就是违反着10条诫的第2诫。那照着迄个次序来讲，头前咧讲着10条诫对20章开始讲，迄个时阵阁是伫口头顶悬尔尔。事实上，迄2块板还未刻落来，吼，照次序来看。那今仔日的经文才看到讲，摩西对山顶刻2块板落来，看到因犯罪，吼即个情形。到底因是知影讲袂当拜偶像啊无啦吼？牛照伫历史学的研究，就是讲伫迦南的中间，其实因有真侪即种对牛的敬拜，吼，对牛的敬拜。咱知影真侪民族对牛是足尊重吼，足尊重。咱台湾人，你若早期做田的人，因大概因的家族内底拢无食牛肉，吼，就是讲因感觉讲这是因帮助因过生活一个主要收入、种田的一个工具，因就甲伊升格化吼，印度吼但是以色列人受迦南的影响，应该还未啦吼。你若照这个时间的次序来去看的时阵，因出埃及过红海，这个时阵阁伫西奈山尔，还未入去伫迦南地。是毋是迦南的生命的影响伫即苦日仔嘛有吼？或者是讲因事实上是受到埃及并敬拜牛神的影响，所以伫亚伦的头壳底来讲，
你要叫我做一个神，伫埃及上方熟悉就是牛啦吼，所以有可能因为安尼就来做一个金牛伫迄个所在。因为因伫埃及住430冬啦吼，这是上界有可能来受到影响的一个角度啦吼。好，相关的经文就《申命记》第9章第69、29节这个所在吼，这个所在咧记载，我经文无放伫遮，我放伫咱的讲义内底，咱才家己去看。即内底有一个较特别的，甲咱今仔看出来记记无啥共款的所在，就是咧讲到迄只金牛的到尾啊处理的方式啦吼。伊是甲烧羊了后，佮甲变定了，佮甲降水，佮凝做粉放伫迄水内底流，佮叫正人民吼，甲啉落去安尼吼，这是较特别的所在，咱有时间家己来读来做一个对比小看一下吼。好，对今仔日的经文，大概咱会分几个部分来看吼，我会分做4个部分来讲吼。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背叛啦吼。咱看到32章第1节的头前所记载，讲以色列人看摩西一直无落山啦吼。摩西去咧山顶，甲上帝讲话，伫安尼受上帝迄个诫命的命令吼，伊就一直无落来吼。因就去亚伦遐吼，徛去亚伦遐，就甲伊讲，你当着为着阮做神明吼，通甲阮带路吼。所以这个是关键啦吼。这个神明的目的是要继续带路，因为因感觉进前摩西带领因到这个所在，摩西单无看影，已经长去啊，所以因想要继续行，所以带路来行头前的路，因为因迄个带因出埃及的摩西，毋知拄着什么款代志，已经无去啊。已经无去啊，所以对因来讲，已经无有神甲因同在啊啦吼。这是因头壳底想的吼，所以因看袂着摩西，因就开始戆领。因所毋知影是，虽然你看无着，虽然摩西上山，但是上帝犹原甲因三甲伫地。所以咱咧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讲要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是安怎要号做以马内利？就是咧表明上帝是甲咱同在吼，这个是足重要的物件啦吼。所以因看袂着摩西了，就去找亚伦。为什么找亚伦？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摩西甲约书亚要上山的时阵，就交代亚伦甲这个甲迄个伊的这个媒使吼，伫迄个所在来替伊管理，所以甲因交代讲，人民有啥物代志会当来找你，这是第一个原因。第2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摩西看袂着，敢若亚伦看会着，所以因就去找亚伦吼。而且伊搁加一个原因，就是讲亚伦伫摩西咧带领的中间，伊本来就诚做摩西的一个代言人吼，所以因来找伊是足当然的啦吼。嘛足有可能第4个原因是亚伦伫摩西还未出现进前，伫埃及的以色列族群内底，伊就已经有出头啊吼，已经有出头啊吼。好，所以真自然的。这以色列人就来找亚伦，但是来找伊，毋是无代志哦，因就来要求哦，你替阮做一个神明哦。做这个神明到底是毋是叫做造神？是讲替阮立一个，咱拄则头前言咧讲的吼，立一个代表进前带领阮出埃及的这个神明，因为摩西已经无去啊。过来后壁的要求是讲，伊会当继续来带路，咱倒转来看经文讲的吼，通甲阮带路吼，伫这个所在。佮第3个就是讲，因为带阮出埃及的这个摩西已经无去啊，伊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啊，也无敲电话，也无写批吼，因拢毋知影，所以因就伫遐做戆领讲，
啊，到底阮要安怎吼？阮要安怎？因就无法度，啊，就望即个阿伦会当替因做一个神的像啦吼。咱应该对即个角度去了解吼，去了解。啊，这咱互咱倒转来伫十条街第二届所咧讲的，袂当拜五上即项代志天顶地上地下，无论甚物款的形象，你拢袂当做伊来敬拜伊。即个甲阿伦所咧做的代志，真大的无共款抵触的所在啦，好。出埃及记第二章到32章第2节到第6节，咧讲到阿伦的反应阿伦甲因讲：恁的某、恁的囝、查某囝的金线狗，拢绑起来互我。人民将因的金线狗拢绑落来互阿伦，阿伦就做一个模仔，将这的金铸做一只牛。人民就讲：以色列人啊，这个就是带咱出埃及的神明。阿伦看了后，就伫金牛的面前来起一个祭坛，佮甲伊宣布讲明仔载就是上主的节日，大家就拢来庆祝所以过日透早，人民就开始来献烧化祭、平安祭，因坐伫大食大啉，佮起来跳舞滚笑咱等下去讲到这个部分啦好。这个物件伫遮烧化祭甲平安祭，互咱一个资讯，就是讲，其实因要做这个偶像，目的毋是要新创造一个神明，目的是要来找迄个因无了解、无看到因所毋捌的迄个上帝。摩西喙中咧讲祖先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因在思考即个物件，所以因搁依持啥物嘿？依持烧化祭、平安祭，即个咱讲耶和华敬拜的模式伫迄个所在。好，即摆就问题来阿伦的反应就是讲，恁若既然安尼讲恁就爱去甲金线狗互我。金耳环这和本翻译咱知影。那伫创世纪35章第4节有咧讲到，因就将外邦人的身上，甲因耳仔顶悬的环交互雅各，雅各就藏伫示剑遐的树下骹。所以伫创世纪的时，阁会当看到讲以色列人因的风俗有带金线狗的习惯。但是到尾对今仔日的经文以后，差不多应该是无搁再有金线狗出现的记载。是毋是咱会当看现代的犹太人嘛无怪嘛无怪。圣经学家各个学家因在思考是讲，真有可能因为即个做金牛的事件，互因到尾来禁止，也是讲消除即个赶鱼狗的代志，以免得因将来搁犯共款的物件共款的毋对安尼啦所以阿伦呢听到就我想伊应该足欢喜啦逐个来找伊你替阮做一个金牛安尼看下伊也无拒绝啦拢无，伊就马上讲恁就。甲恁的金线狗拢收集起来伊就开始甲烧羊做一个模仔，开始来做即个金牛伊到底安怎完成迄个学者的看法拢无共款啦有的人讲伊来先扬起来就甲用雕刻的啦但是基本上我艺术的角度，阮兜咧做迄个石膏像我的看法是较无。金的物件较无法度用雕刻啦，会当用雕琢会较幼的部分，因为伊较软，会当用雕琢。你甲刻落来，基本上迄个可能性较无。无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讲，有的学者讲伊内底就做一个茶的骨架然后则甲金甲固起安尼做细节，后壁的可能性较大啦
诶可能性较大吼。你贵个要做金诶吼，基本上第一个因软啦吼，啊第二个真歹做，因为你用诶了后，你若无一个模去甲斗起吼，你真困难去甲完成安尼啦吼。不过较神奇诶，就是阿伦讲迄句话啦。当摩西落来时阵，甲问讲你是做啥物代志呢？你当安尼吼？伊讲吼，我甲金仔等下火哩吼，啊伊就出现啦吼，这上神奇啦吼，它自动跑出来吼，安尼咧，咱后壁会去讲到即个部分啦吼。好，伫中文的圣经的研究内底，我找着即张图吼，即张图真明显是受到埃及的影响吼。你看伊即个穿的即个甲吼，这拢是即个埃及的一个做法的物件啦吼。啊，这嘛是伫同齐时共款的迄个时代吼，共款的时代因所做的埃及的金具，你来看下骹，伊即个是下骹是咱讲饭丝穿啦吼，嘿共款吼，你甲看这吼，拢有插两支棍啊吼，因为因随时着爱离开，还是讲要去因迎神的时阵，因爱扛啦吼，甲咱即摆讲咧扛桥真共的即个做法啦吼。遮有太阳吼的记号吼，这真典型是埃及的物件吼。好，所以伊做好了后吼，因着话讲吼，以色列人即个就是带咱出埃及的神明吼。所以咱就知影讲，以色列人真正是毋捌上帝啦吼，因毋捌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到底是啥物形，所以因一直咧想讲要来甲即个神，还是讲上帝的形，甲伊揣摩出来吼，揣摩吼，揣摩出来。但是吼，做一个单变做咱讲牛，照伫咱咧讲叫做精神吼，用精神来代表人形吼。即个就是因当初时所犯的问题吼。伫金牛仔面头前来起祭坛吼，咱若有机会去看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就是迄个耶稣问门徒讲，恁讲人讲我是啥物人？佮恁讲啥物啊？大概基本上迦南地咧拜偶像的形式拢是安尼，伫神明的头前做一个祭坛，吼，伫迄个咱讲潘神的头前嘛做一个祭坛。伫金牛的头前嘛做一个祭坛吼，因大概拢是安尼伫做啦吼。其实甲会幕嘛真共吼，但是你会注意看讲吼，阿伦咧做的时阵，甲摩西领受上帝的命令去做会幕，做遮个所有的器具迄个完全无共款的态度，或者是讲迄个规范真无共款啦吼。而且吼，伊就马上宣布讲，明仔载就是上帝的节日啦吼。无论是做偶像也好，还是即个起祭坛好，还是讲咧规定节庆吼，感觉足随便的啦，真粗糙啦吼。咧甲咱若对迄个25章开始看到31章，一直咧讲着会幕的起造啦，甚至祭司的啥等等的吼。但是阿伦咧做这吼，一时就完成啊，吼，就凊彩讲明仔载就是啊。就是节日啦吼，咱着要来敬拜安尼吼。好，所以人民那尾就因伫遐献祭，献烧化祭，献平安祭，会通看出讲阿伦，还是讲某一寡即个以色列人，因经毋是想要脱离即个耶和华的敬拜，但是人民却毋是遐尔谨慎，还是讲注意吼，因着安尼真凊彩啦吼。因伫遐嘛，毋是讲真正要献祭吼。伫遐你也看，因搁食、搁啉、搁伫遐跳舞、搁真无正经伫遐个所在咧滚笑吼。圣经甲咱讲真清楚即个部分吼。好，过来就是讲，当因伫山骹发生遮代志的时阵，伫山顶上帝马上甲摩西讲，圣经第7节到第10节讲，你赶紧落山。你对埃及传出来人民已经对了，因真紧偏离我命令因的道路，为着家己铸一只牛仔，甲因跪拜献祭，
佮讲以色列人啊，这就是带恁出埃及的神明。第九节讲，上主对摩西讲：“你看，这个民族真正是心硬固执，当你逃出在我要对因发大受气，甲因消灭。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互你成做大国。”好，上帝爱摩西赶紧落山，因为这是以色列人所毋知影的。虽然因看袂到上帝，毋知影摩西伫倒位，但是上帝有缘存在。上帝毋是因为看袂到就无存在，但是呢，对因来讲，因只有认定摩西。摩西无去啊，就代表伊所代表迄个神，就嘛毋知走去倒位啊，爱讲人民已经对了，对了。咱有当时会讲是往下啦，往下往下，有地理上的，比如讲阿伯拉罕第一届去到伫迦南地，拄着饥荒，圣经讲他就往下，往下代表两个意思，地理上伊搁落南去到伫埃及，另外是信仰上伊就离开上帝，对了败坏，所以这个所在嘛是安尼意思，人民已经对了，因已经败坏，已经腐化，行这个偏差的道路，偏离原文伫这个所在是讲真紧啦，紧就是讲，有迄个意思讲，已经超越上帝，家己行家己的路，无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迄个意思就是讲，即两个刚有一个过去我伫美国牧会青年，即摆伫台湾咧做英语的教授伊咧讲，甲我问啦敢会当甲上帝祈祷啥物安尼啦上帝敢会应允我著讲上帝会应允啦，但是呢，伊到底要应允无，毋是祈祷人决定，是上帝决定啦上帝有当时会互你等较拄的时间。有当时伊马上甲你回应，因为伊知影你需要，你所求的嘛拄好，上帝就互你。有当上帝感觉讲你求的是超过分，伊就无爱互你所以对伫以色列伫西奈山骹40日的问题伫啥？因无听候啦，伊就快速甲上帝超车，就行家己的路这个伫圣经中间。原来发生过，比如讲扫罗王，伊嘛是安尼，对无？伊等袂赴即个撒母耳来，伊就家己超车，家己去献祭，拢无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啦，好，因为安尼就为着家己做一只牛咧跪拜，咱知影就是讲对出来记第5章第10条诫中间咧讲着袂当偶像任何的形象来跪拜。以色列人拄啊犯着即个两个，即个是足大的，咱讲违和啦袂当敬拜偶像即项代志，因着真严重来犯着心意固执啦原文的意思是应景即句话就是对原文直接翻译出来的意思是讲，看遮的人民是硬着因的颔棍的人民安尼好。上帝甲摩西讲伊还未落山的时，上帝甲讲你请由我意思是好哪亲像上帝知影摩西甲主动，上帝知影伊会对以色列人的求情上帝嘛，互伊低头呢你若看即句话后壁佫讲我要处罚遮的以色列人互因拢总消灭，然后我要互你成做大国。好哪亲像安尼甲交换条件甲伊应允伊要来处罚即个以色列人但是呢摩西并无安尼啦虽然上帝讲你甲你的后裔要成做大国如果摩西今仔日有私心啦有私心的时阵伊就变做造神运动里面最成功的那一个今仔日以色列就要改称做摩西王国毋是以色列国是讲代表的国度，毋是但是摩西是一个真忠心上帝的仆人，伊无因为安尼甚至伊搁伫后壁咱去看到伊甲上帝讲无你来处罚我就好安尼意思好继续
看咧是伫对11节吼，是咧这无介绍吼。对11节开始，摩西就对上主讲伊对伊诶上帝吼来求情啦吼。上主啊，你是安怎对你诶人民吼子民大受气？因减毋是你用大气力、大权能诶手对埃及带出来。摩西就对你减要互埃及人讲，伊带因出去是为着要害因，伫山里甲因杀死，互因对地上消灭。求你回心转意，毋通对你诶子民发大生气，毋通降灾互因啦吼。13节讲，求你会记得你诶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捌指着家己对因来立誓，讲我要互恁诶后代亲像天顶诶星汉济，佮将我所应允诶迄个地全部赏赐互恁诶后代，做因永远诶产业。吼，摩西是非常忠心伊就甲即个实际上帝过去诶应允吼，所以伊就来替以色列人来求情啦吼。当然伊讲诶两个大诶方向，第一个是讲对即个埃及人诶角度来看吼，即个上帝吼，迄拢假啦。讲着安尼要带因出去吼，讲偌在意吼，偌疼因吼，带到遐吼，咱甲走袂了了啦吼。这第一个吼。第二个是伊佫提起着上帝诶应允，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诶应允，然后伊伫迄个所在，将家己有可能得到大祝福，成做大家、大国、大诶民族放喺一边吼。上帝诶救恩啦吼，所以摩西用即个上帝救恩诶计划来甲上帝对话啦吼。灭绝以色列人，毋是上帝诶旨意吼。上帝本来就是要施落救恩，才会对埃及甲以色列人带倒出来。所以摩西真明白，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诶目的，毋是要来灭绝，是要来拯救啦吼。所以伊讲，求你回心转意吼。伫过去诶翻译有当时会去互误解，因为咱有当时会翻译做后悔吼，上帝后悔了吼。这个后悔其实是较负面诶讲法啦吼。其实即摆翻译大部分拢甲翻译较正确，就是转意啦吼。伫原文诶意思就是 turn 吼，转面吼，转面 turn 回心转意吼，就是讲改变伊本地决定安尼吼，改变伊本地决定。好，14节讲对安尼，上主就改变心意，无将所讲诶灾祸降互伊诶子民吼。所以上帝转意答应，无搁再对以色列人受气，无搁降灾。这还搁伫山顶哦吼，这伫山顶，摩西还未落山吼。伫后壁较开始讲到摩西落山诶记载。15节开始到29节这段较长诶经文吼。摩西就活转身落山，手摕两块上面有写字诶石板。石板是上帝做诶，界面是上帝写诶。刻伫石板，约书亚一个听着人民喧哗诶声，就对摩西讲：伫营内有3台诶声。18节摩西讲：这毋是太阳欢呼诶声，嘛毋是太师哀叫诶声，我听到诶是唱歌诶声。摩西行近营地，看到金牛仔，佮看到人伫跳舞，就非常生气，甲手捏诶迄两块石板迄落山骹，石板就碎去吼。伊佮将因住诶牛仔用火烧，研做粉，也伫水面叫以色列人啉。摩西就甲阿伦讲：即个人民甲你安怎？你竟然互因犯遮大诶罪！这个所在，咱看见讲，摩西落山了后所发生诶代志吼，带着石板吼，当然这石板嘛足侪讨论啦吼。讲圣经是甲咱讲刻两面嘛吼，但是有个人感觉讲，迄个过去迄个画家吼咧画拢是干那看一面安尼尔吼。好，两地到底一地刻5条。
即边佫刻5条，也是即边刻5条，另外迄块刻5条，哦，这有真侪讨论啦吼，这真侪讨论吼，这咱会嘛会当来设思考啦吼，到底有可能伊安怎写吼？那照伫契约来讲吼，应该是一块板拢写10条概明，即块板也写10条概明，这叫做合约的一式两份啦。以色列摩西摕1份，上帝摕1份，但是上帝毋免这，伊嘛是有信心，所以互摩西拢总摕转来，这嘛有一种安尼解说啦吼，这有嘛，咱嘛会当来讨论这个问题啦吼。好，下骹的宣发的声啦吼，咱会看见讲摩西迄当阵吼，几岁哈？摩西迄当阵是大概80几岁吼，80几岁，伊的耳孔好，那亲像比约书亚较好呢吼，约书亚听毋着，这改成伫咧战争的声，但是摩西讲毋是咧，我听着唱歌的声呢吼，伊就落来安尼吼，所以两个看法是无共款，听着无共款吼。好，要到下骹的时阵，摩西就看金牛啊，吼，金牛啊。了后，伊就真生气，因为因佫伫遐咧跳舞吼，咱咧讲心凉了一半啦吼，哪会发生即款的代志吼？迄个时阵，我想伊心底一定咧念一个人的名，迄人的名就是因阿兄吼，阿伦的名吼，气也要害伊吼，伊当甲即两个即个石板弹落去安尼吼，好。民数记16章15节讲，摩西就真生气，对耶和华讲：求你毋通享受因的供物吼，我并无夺过因一笔奴啊，嘛无害过因一个人吼。另外一个所在也明白咧讲到摩西的受气吼，摩西的受气其实记载真少吼。另外一个所在就是讲伊。甲上帝甲伊严厉处罚，相信即个摩西嘛受气吼，而且伊是对即个上帝受气。这个所在伫倒位？伫创世伫出埃及记17章吼，17章就是迄个米利巴泉嘛，当时记载伫民数记20章即个所在吼，即个所在因为上帝叫伊用即个管仔降水吼。伊就讲两个安尼啦吼，圣经无甲咱讲伊受气也是安怎，但是知影讲伊讲两个吼，讲两个，伫即个所在伊讲两个，伊就伫遐表达伊的受气安尼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看见安尼3摆，伊伫遮是受气，将上帝10条诫的石板摔伫迄个地土骹歹去吼。这毋是一个咱讲一时的冲动啦吼，其实这是咧代表着讲人民做偶像去拜偶像了后就毁约啦吼，就毁约，所以这个约定就已经无存在的必要吼，就废弃了吼，就废弃了吼。然后摩西就回头来责备阿伦伊的阿兄，讲你哪会当互人民做安尼代志安尼啦吼？结果阿伦的讲法吼真趣味啦吼，22节到这个24节，伊阿伦的话吼，伊讲我的主啊，请你莫遐尼受气吼你知这个人民决心做歹原文的意思讲，这个人民本来就歹啦吼，因对我讲吼，你着甲阮做一个声明。通甲阮带路，因为迄个带阮出来及的摩西，毋知拄着甚物款代志。24节，我甲因讲，所有的金仔拢拔落来互我，我就甲金仔迄伫火里，迄只牛仔就出现有够神奇的吼，好，这伊家己来的，毋是我啦吼。所以咱会当看到阿伦的讲法吼。基本上，咱看迄个字面、迄个描写吼，就感觉讲伊是足中文叫做吊儿郎当啦吼，不在乎安尼吼，这一切甲我拢无关系吼。伊安怎讲？伊就开始撒责任安尼吼，撒责任，完全甲我拢无关啦吼，推卸责任吼。伊讲人民做歹事吼，这个是台语的吼，
和合本讲吼，这人民专于作恶。我拄则讲原文的意思讲，这人民本来就歹啊，吼。好，意思是讲是因歹，毋是我的问题。过来咧，咱台语翻译较简单讲，你知啦吼，你知。但是吼，实际上吼，伫和合本的翻译无共款哦。伊和合本讲吼，这人民吼是很恶的哈，很坏的，你是知道的，你本来就知影，啊，你搁甲因交互我，所以是摩西的问题，毋是我亚伦的问题，吼。所以第一个是人民有本来就歹啊，甲我嘛无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你本来就知影，啊，你搁甲因交互我吼，安尼是你的毋对安尼吼。好来，第三个伊讲吼，伊是被要求的啊，伊叫阮做啊，所以我嘛无法度啊，我只好做吼。我为着因来做一个神明，做一个偶像来带领因啦吼。因为啥物诶？哦，佮杀互摩西啊，就是因为你无去啊，你走甲汉济人吼，啊，家己毋知走去倒啊，啊，拢也无消无息安尼吼，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安尼吼。吼，过来，意思讲我是足不得已诶，所以我只好替因做一个神明吼。伊就收集金仔吼，所以我就因，所以金仔嘛毋是我诶呢，金仔因诶，所以甲我嘛无关系吼。过来，我著放咧火炉烧吼，这经文就出来，甲我佫无关系吼，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吼。这就是迄个咱咧讲吼，洗手的那个人啦吼，还是讲亚当的后裔啦吼，亚当的后裔吼，跟我都没有关系，都不是我的错吼。这个摩西的宣告吼，第25节到29节。摩西看到人民放纵亚伦，佮出在因，直到因受对敌踢笑，伫遐伫营地门口讲，要徛上主这边的，就来我遮。利未人就拢聚集来伊遐。伊对利未人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逐个人摇着插刀，对即个门到迄个门顺时转赢，杀死兄弟厝边甲朋友。利未人就照摩西的话做，迄日人民受来约略有3000人。摩西讲：恁将家己奉献互上主，逐个人攻击家己的囝甲兄弟，今仔日上主会赐福恁吼。这段有咱足歹了解的一个部分，就是到落尾即个27节到29节即个所在吼。好，25节讲到亚伦放纵，这个放纵内底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人民放纵，吼，也是讲咱讲放肆吼，因为所欲为吼。另外一方面是亚伦对以色列人民的放纵，咱中文会当讲放任吼，处在因安尼黑白来，因讲啥的安尼吼，有当时要伫咧做好好先生较简单啦吼。但是要爱管理做教处事，有当时就敢若亲像爱做歹人安尼吼。伫亚伦对伫以色列人要做金牛这样代志来看，咱知影亚伦是一个真无原则的人吼，毋知影上帝的旨意，无明白是非，凊彩黑白做安尼吼。所以摩西上山的时阵，已经将以色列人民交互亚伦，交互你。意思就是讲，伊应该替摩西管理以色列人民，但是亚伦却是代替以色列人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所以是一个放纵，协助以色列人来犯罪。伊若无杀人嘛，叫做帮凶吼，就是讲，伊是无负责任的一个领导者。伫这个所在，互人踢笑吼。伫遮圣经无甲咱讲，但是咱若倒转去头前看的是，咱知影是埃及，因为对敌就是埃及吼。嘛有可能是即个半岛内底，因所拄着亚玛力人啊，或也是其他的人，因拢知影讲是上帝耶和华来带领因出埃及。但是如果因伫即个所在背叛耶和华，搁互上帝来受气来处罚因，甲因害死，拢是诚做对敌的人的笑柄。
伫笑病安尼。啊，所以伫即个所在，就知影讲啊，因的祖先的上帝带领因来遮，结果甲因杀死。因为因伫遮做一个偶像，啊离开因的上帝，啊，这拢是笑病的理由啦所以了，摩西就甲因宣布讲，恁中间有人要徛伫上帝即边呢，就赶紧徛伫我身躯边利未人就开始来徛伫摩西的身躯边啦才会当表达一个基督信仰叫做咱讲自由意识自由意识就是上帝互咱家己来选择，上帝嘛会当命令咱啦但是伊互咱有自由意志来选择来跟对上帝，也是要选择行甲上帝无共款的路伫这所在表达真清楚。所以呢，27节以后到29节真困难的所在，就是讲因伫经文的字面来看，真正利未人选择跟对上帝，并且用刀来杀死家己的同胞，因为因离开上帝因离开上帝的道路这代表一个真无正常、无通常的一个传统、道律甲规矩啦咱讲规矩就是讲为着要爱人守规矩，就要用真强烈的手段来执行这个是伫圣经内底其实有几个所在，我哪有安尼记载比如讲伫创世纪34章25节咧讲到西面甲利未，拢有甲利未有关系人来侮辱因小妹，伊就甲伊杀，甲因的亲人拢杀死另外，创世纪49章第5节到第7节，雅各看到家己的囝得志，伊就一个一个讲，讲到西面甲利未的时阵，伊就安尼讲，西面甲利未是兄弟，因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所以伊嘛真认识伊的后代是安尼，所以雅各就讲，我的灵毋通甲因同谋，我的心毋通甲伊联络，因为因趁受气，杀害人民。任意斩断牛腿的大筋，因的受气暴烈，通救助因的受气残忍是通救助的所以这雅各伊就真清楚伫伊的后代内底利未人的特质啦申命记33章第8节到第9节咧讲到利未人的特色，嘛是因为咧接受对上帝的约。伊看做这比亲人更加重要所以伫圣经的记载讲，论到利未讲耶和华你的土明甲乌灵拢伫你虔诚的人遐，你伫玛撒嘛捌试验伊，伫米利巴水甲伊争论伊论家己的爸母讲，我袂捌看见，也无承认伊的兄弟，也无认捌家己的儿女，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接受你的约。利未人是守到这个程度，所以咱会当看来讲，伫新约的时代，有一群人，伊嘛是拢真守律约，守到足表面着足坚固的足坚固的。足古早有一本册叫做为信受逼迫啦这个描写一个犹太教的查某囡仔伊。听到福音了后，伊就改信要成做一个基督徒。结果伊的爸母就派人去甲追入，要甲掠倒来，掠倒来是杀死的因有一部分的人是遮尔严格遮尔严格，这是现代的故事啦。几十年前，我真少年时阵看过的一本册啦好是毋是利未人？因为安尼就诚做迄个圣殿的，咱咧讲的圣战士伫古代文化内底是足有可能伫古代文化迄种传统的宗教，伫宗教领袖的边仔，拢有一群人举刀举剑，伊专门咧替即个领袖咧征战、咧掠人、咧处罚的比如讲咱去讲倒转来伫。未改教进前的罗马体制内底，因时常会去处罚人、
讲啊，你这就是巫婆吼，女巫吼，啊惊即个无顺服着教廷诶，因拢会抓来，有一群人就是咧执行这，然后甲即个人判刑，用火烧也好啊，用甲刣死。迄伫过去诶即个帝皇时代，一直到远古时代，当初时诶人诶文化宗教。大概就是拢安尼啦吼，所以咱必须爱倒转去迄个时代去看，但是伫即个时代，咱无搁用即种诶方式吼。咱即摆咱讲较文明，无论好歹，咱拢爱行一个民主诶制度、司法诶制度，但是伫迄个时代无啦吼，伫迄个时代无，所以咱袂当用现代诶方法去看过去吼。哦，这是完全无共款诶一个咱咧讲诶背景吼所以咱爱用安尼来去思考，才袂去讲古早人足残忍诶吼，亲像我前礼拜咧讲着玛利亚是12岁就生囝呢吼咱用现代诶想法，咱无法度理解，但是伫迄个时代，12岁结婚生囝。是普遍的情形吼，所以咱袂当用安尼直接套用吼，这是较有危险吼。所以咱用安尼去了解时，咱就知影讲为什么有利未人即种的做法会存在吼。所以了后即个咱就知影讲伫新约时代，当因掠耶稣送去伫即个毕列岛的手中的时阵，毕列岛讲恁家己去用宗教法去甲判啊，结果这个祭司。甲即个法利赛人讲啥？阮无有判死罪的权柄，因已经受到限束，无搁再会当伫宗教内底甲人刣死吼。这个时代无共款的一个情景吼。好，所以对32章33讲，隔日摩西对人民讲：恁有犯重罪、重罪吼。现在我要上去上主遐检采。会当替恁赎罪，再来犯重罪是啥物？就是犯了10戒，得罪上帝吼，这是上大的罪啦吼。所以因犯重罪，摩西就讲我要搁去你个顶悬吼，来替恁求情啦吼。所以摩西就倒转去上主遐讲，即个人民犯重罪，家己做金像吼，但恳求你赦免因的罪，你若求你对你的记录的册，甲我的名擦销吼。咱倒转来看拄则经文啦吼，我要为着恁赎罪，即个所在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讲，因为因犯重罪，重罪的代价就是死。咱若套用保罗的讲法，伫律法的内面所代表出来就是死，因为有刑罚犯罪吼，犯罪就是爱得着死。了后摩西讲，我要为着恁赎罪，要用啥物赎？咱知影摩西伊是一个祭司的一个职分吼，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所以伊为着人民来祈求，为着人民来献祭，为着因来赎罪吼。这是祭司的职分吼，嘛是基督徒。咱讲咱祈祷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咱来替其他的人来求吼，来替其他人来求好。正要为着因赎罪，要安怎赎？阿伯拉罕要去山顶献祭，伊还佫有带啥物诶？带以撒啦，吼，带以撒啦。但是上帝已经替伊备办啊。摩西要上山，无带啥物物件？为什么？因为伊顺便要用家己，所以讲你若吼，你若无要赦免以色列人诶罪，求你甲我对你诶。这个记录内底，甲我的名擦销啦吼。好，这个生命册的意思就是讲，吼，这个生命册意思就是亲像耶稣迄阵要出世的时阵，因伫当初时拢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因着爱去报户口做册来互政府知影讲我有偌济人，吼，用安尼概念。也伫圣经的信仰中间，咱讲伫上帝遐嘛有一个生命册，这个生命册是一个永远活的。咱讲伫上帝天堂内底迄个生命册，伊讲你甲我撤销，甲我撤销好，
咱倒转来思考吼，当摩西还伫上帝的山顶的时阵，上帝甲伊讲：你莫甲我阻挡，我来甲伊消灭，我要互你甲你的后代成做大国。甲今仔日即句话，求你对你的记录的册，甲我的名撤销。咱来思考摩西伊偌伟大，伊偌忠心，伊甲伊的后代要成做大国的祝福，甲我的名撤销，伊宁可选择即个耶稣基督顺服上帝，伊嘛是安尼。伫腓立比书甲咱讲真清楚，伊顺服到死吼。所以这代赎的概念伫这所在真清楚。摕我的性命来换以色列人得罪你的罪，恳求上帝来赦免以色列人的罪。耶稣伫十字架顶悬，伫要断开进前，讲爸啊，求你赦免因的罪，因为因所做的伊毋知。吼，这是代赎啦，吼，代赎。好，33节到35节，上主对摩西讲：什么人得罪我，我就要伫我的册顶悬来撤销伊的名。当你着带这个人民去我要甲你指示的所在，我的使者要甲你带路。毋久我审判的日，我要办因的罪。上主降灾互人民，因为因甲亚伦做伙做金牛。吼，伫这个所在看见讲，上帝其实伊的定义真清楚，啥物人做毋对代志，啥物人就爱受着刑罚。吼，伫遮对死命册来读去。吼，安尼讲这是死刑啦。吼，死刑有一种讲法，就是讲马上处理的。吼，马上处理的直接的刑罚。吼。搁来另外一种是对生命册来读去，将来伫天国伊就无分啦吼。咱讲犹太嘛是安尼吼，耶稣学生犹太嘛是安尼。当地上的生命结束了，你就嘛甲上帝就无地带无关系吼。无有分伫应允之地嘛是一种的思考啦吼。咱知影伫出埃及的第一代的人拢无进入伫应允之地、迦南地，吼，这是因为因得罪上帝的关系，吼，好，包括摩西啦，吼，摩西就伫进前，咱咧讲伫这个水泉中间，伊上帝来受气，伫这个民数记咧讲真清楚，上帝就无爱互伊入去伫这个应允之地，互伊看会着尔，袂通入去啦，吼。好，伫遮无甲咱讲着讲你。伊指示的所在是倒位吼？但是咱知影真清楚，就是上帝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进入的应允之地迦南地啦吼。所以伫遐来继续行吼，继续行。意思是讲上帝暂时无要处罚以色列人就对啦吼，就是伫这个所在吼。伊讲只是我只是你要去的所在吼，咱。进前先来看，就是出来记33章第1节，遐讲耶和华吩咐摩西讲：我捌就抓应允阿伯和以撒雅各讲，要将迦南地赏赐互你的后裔。当你甲你对埃及所带领出来百姓，对遮往迄个所在去。吼，这个就是咧说明啦吼，只是你去的所在伫倒位。好。圣经嘛无甲咱讲使者是啥物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使者就是摩西，吼。但是呢，伫这所在，上帝意思是讲，因为以色列人背叛我，所以伊就决定无要甲因同行。伫西奈山进前，咱知影上帝甲因同行用啥物方法？日是用风条，暗是用火条。过来是用使者甲因同行，所以上帝就是要退去啊，吼，迄个意思啦，吼。所以，上帝则去讲伫审判的日啊，咱无法度知影讲审判日是当时，就是咱知影，到落尾第一代出来及的以色列人，拢死伫旷野，无法度进入迦南地，吼，因为因得罪上帝。降灾吼，思考是安尼啦，吼，讲降灾。真有可能是因为上帝直接的刑罚，咱拄则讲着吼。降灾原文的意思叫做击杀啦吼。和合本直接翻译讲，上帝杀以色列人啦吼。但是伫这个所在，我较无爱简化这个翻译啦吼。这个击杀
可以很多的不同的方式，亲像伫出来记第12章所记载迄个胎大囝，迄是一个瘟疫，透过羔羊的血来保守他们，躲过瘟疫的攻击，这叫做击杀啊。所以降灾是上帝降的，也是讲天然的灾害，因无法度，因为得罪上帝，所以无法度得到保守，来丧失性命。亲像摩西一倒来山骹的时阵，讲了就讲恁什么人要跟对上帝，你就徛在我的边啊，这是选择。选择对上帝会得到我，得到保守，得到赦免。选择离开上帝，就要家己去面对瘟疫、攻击、死亡。大概是安尼概念吼，大概是安尼概念。好，上落尾有几个问题，互咱来问啦吼。造神啦吼，政治上有造神，特别是极权的国家，一定会有造神的问题出来啦吼。伫宗教上敢嘛有啦吼，咱是毋是会当举例啦吼？现代阁有金牛无？第二个问题啦吼。第三个问题，上帝是甚物人？咱是毋是真正有认捌上帝？吼？这是咱三甲的啦吼，这是伫纽约克的吼，对。第四个问题，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以色列伫金牛仔面头前搁啉态度真安尼无尊重，吼，伫遐滚笑，伫遐无正经。那如果咱的三角教会礼拜堂起好了后，咱的圣殿食爱餐好无啦吼？伫咱礼拜堂也是圣殿内底，伫遐食，伫遐啉，敢好啦吼？过来后壁咧讲到上帝的处罚啦吼，上帝的处罚吼。好，几个问题，咱是毋是来分享好无？有人要来分享的无？我甲伊关起来啦吼，安尼有啥问题，咱再过来迄落。咱自由来分享，啥物人要来讲有无？敢有？拢无问题。敢有听到？拢无反应安尼？牧师，是。我来讲第四条。好。伫我的感觉是应该袂使，因为咱起好了后，咱的礼拜堂就是有分别做成啊。伫遐是要敬拜上帝所在，毋是要伫遐吃喝玩乐的所在。所以伫我感觉是应该袂使。好，多谢。好。阁有无？我嘛真赞同信心这分享的吼。圣殿基本上其实伫咱旧个礼拜堂，我嘛一直要求啦，因为我捌看过咱的兄弟姊妹吼，着徛去2楼吼，脚翘起来吼，着伫遐食物件，啉物件吼。我会客气甲因讲啊，我讲这是敬拜上帝的所在啦吼，真正咱爱有分别啦吼。当然像咱即马着无法度，即马伫中原国小，咱无法度有足大的即个分别，因为空间的关系啦吼。但是就是讲就算要伫内底食物件，我嘛会较谨慎啦吼。我嘛较谨慎安尼吼。阁有无？
我较趣味听咱有人分享迄个第一条啦，来，我搁用出来。第一条，宗教当中的造神，什么款的情形内底，伫宗教顶悬会成做一个造神？敢有人要分享这？还是你若讲有实例，你嘛会当来讲，有无？要分享一下吼，好，其实宗教上，民间宗教不是嘛咧造神，对，是，对吧？但是头前讲吼，政治上有没有造成，我一直想着今仔日交报迄个啦，哦对吧，OK， 3年前伫咧选台北市长的时阵，就第一届选台北市长的时阵，哇，迄当阵偌风神诶，哦吼，对吧？这是我的想法啦。啊，宗教上，民间宗教，凊彩一个啥物拢会使当做神，拢会使拜啦。 OK，对，这就是安尼。对，好，好，多谢。其实伫我较无爱琢磨伫民间宗教，因为咱知影民间宗教就很容易啦，吼，很容易造神啦。咱讲，大樟树啊，就叫神木嘛，吼。啊，即摆咱政府有较进步吼，你若去拉山吼，伊即摆无叫神木群哦，叫做巨木群，吼。啊，这有进步啦，吼。但咱过去伫民间宗教，你讲一个伊互你生活吼，会帮助你诶，吼，啊，伊嘛甲封神啦，吼。比如讲灶骹迄个灶，就甲灶神对无？吼，所以我较无爱琢磨这个，我要较要爱互咱来反省，就是讲伫教会内底，敢有可能做成造神诶代志危机啦，吼。摩西有很多的机会，很大的机会，甚至上帝予伊哦，上帝亲自予伊哦，我要互你甲你的后裔成做大国，这是造神哦。不但造神而已哈，是他独享，其他人都没有了哦，对吧？哦，这样来讲，但是伊选择的是啥物货？选择的是伊起初得到上帝呼召伊行迄条路。我就是要替你来带以色列人进入伫应允之地，要互亚伯拉罕的后裔成做大国。他非常坚持哦，吼啊！伫即个中间，咱会当看到一个谦卑的上帝的仆人，吼啊，伊的阿兄的态度，就真正是足，咱咧讲足吊人当的啦，吼，嘿，伫教会内底其实是有吼，我最近有几件吼诶代志伫发生诶中间啦吼，伫美国换哪有啦吼，啊，即个牧师为着一寡代志去互会友长老甲质疑了后，即个过程真复杂啦，我着简单讲啦吼。伊了吼，就受气离开迄个教会吼，带一半人出去成立教会啦，吼，这个叫做他的王国，啊，叫他的王国，啊，伊就当然回头就批评遐个质疑伊伫金钱顶悬，伫处理代志顶悬，遮个人伊就骂吼，含即个美国真大的教派，伊拢感觉伊看袂起安尼吼。啊，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造神了，这个非常严重的造神啊，这是我感觉真无好的代志啦吼。我讲倒转来就是讲，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啦吼，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讲，有的牧师是毕业了后派去伫教会，伊就伫迄个教会服侍到退休为止，
哦，啊，这个咱讲真钦佩这种的牧师，但是像我来讲吼，我换阮也经教会啦吼，啊嘛足侪摆有迄种的情形，就是讲，当我要离开的时阵，就有一群人讲，牧师你要去倒，我要缀你去倒位，吼，我甲因讲一个吼，我讲我牧会，我毋知影我有成功无成功，但是如果今仔日我允准你缀我去我后一个要牧会的所在，那安尼我绝对是失败。吼，咱伫信用顶悬，毋是要带一群人来对咱，咱是亲像保罗所咧讲的，恁来学习我，学习我毋是因为以后，是学习伊要来服侍主耶稣基督。真正伫做，你拄则冠宇只是咧讲着，今仔日出来这个吼，当你伫官位的所在，你就很容易迷失啦。我搁倒转来讲今仔经文，当摩西伫逐个人拢犯罪得罪上帝，上帝搁甲应允讲，我要互你甲你的后代来成做大国，搁进入应允之地，这偌好，你知无？因为伊伫头前伫迄个水泉着米利巴水泉的时阵，讲两个上帝甲讲，你袂当入去迦南地啊呢，把他的处罚免除掉，而且他还可以成为国父，多好！但是伊无呢，伊选择啥？选择上帝你的旨意是要拯救即群人，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互因进入，是照你早前的应允。所以我伫咧反省啦，吼，就是讲，无论像阮担任牧师的职务，还是讲咱伫教会服侍，都有真侪人真甲咱学乐，真甲咱肯定，真侪人感觉讲你讲我着要对你的时阵，咱颠倒搁较谨慎，搁较谦卑啦。其实你放眼望去哈，我们在台湾里面有很多的大型的教会，牧者都会有这样的危机，都会有这样的危机，以自我为中心。当然，有当时你会看到讲，伫教会行政啊，总讲是中央式的，很好做事。很好做事啊，很好做事就会有什么危险？就有危险啦，吼，就有危险就是安那，伊无人管你管会掉啊。啊，你是毋是会当把持住？阮拢定咧开玩笑啦，吼，咱咧讲上帝是三一上帝啦，撒旦嘛三一啦，吼，金钱、权力。色，这对牧师来讲嘛是足大的挑战吼。也是讲伫教会当中来讲，咱要安怎真正是伫上帝呼召伫上帝义内底，咱去避免这样的代志的发生。我想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提醒啦，吼。对，特别对我家己来讲吼，这是足严肃的提醒吼。伫咧甲咱的兄弟姊妹，还是讲一寡人，互你一寡好像会让你轻飘飘的那一些话语，迄个中间你要安怎真正脚踏实地啊，不要就飘上去了这是伫遮语重心长的一个分享啦吼。我想这嘛是真侪咱，特别是即马咧讲一个伦理的界限啦吼。这个性别的平等尊重等等的很多的这样的议题，都在很热烈的被讨论的中间的时阵，咱特别爱受到提醒啦吼。好，搁有无？所以咱来教会就是要追求真理。对。然后耶稣讲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所以咱来教会，咱是要追求真理，毋是要追求宗教。
安尼讲吗？是无毋对，所以我足无爱讲咱是基督教徒，咱毋是教徒，咱是基督徒，咱要学习的是基督。就算咱即马是长老教会，咱有教派伫咧，咱有制度无毋对，但是是透过即个制度，长老会的教义信仰的眼光，咱要追求的嘛是耶稣基督的真理。咱毋是要追求长老教会的真理，长老教会无真理啦。长老教会家己无真理啊，只有主的真理，只有上帝的真理。所以长老教会若做了无够好的所在，咱嘛是爱提出批判就种检讨安尼对。多谢高董长老的提醒甲分享，阁有无？好，无就今仔日到遮啦是毋是请冠宇执事传咱祈祷？好，咱同心来祈祷。天父地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今仔日互阮踮遮组织，会使读出来记记第32章，互阮了解迄当时以色列人是安怎偏离上帝道路，去敬拜偶像，去叫亚伦缀因做一个偶像。就此，阮会使互阮提醒，爱时时保持警醒，毋通去敬拜别个偶像，照着时常学习你的真理，甲心拢归允互你，袂去行歪错的道路。请你继续牵教阮，互阮会当照着有逐间的生活，时时心内甲真理，甲你所代表的真理会当接受。阮安尼祈祷、恳求甲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阿门。谢谢，大家晚大家大家安。平安，晚安。安。好。